甲药念啊。迄个药爱公药，袂使去私药啊。面包不糊，天咱家的兄弟姊妹，拢是一母之子，一书之道，拢同一个怀抱来啊。迄个科目组的学生啊，司马懿有一日，伊讲在烦恼，司马懿游玩，真该有贤弟我同夫。诸夏啊，诸夏甲讲，小君之意，树性有绵，富贵在天。君主敬而不信，污人恭而有礼。此外之话，该贤弟啊，司马懿在烦恼，在谈地烦恼讲，因为伊本身拜在孔武主的门下，本身在学道在修炼，但是因的兄弟。有一寡是做一寡违乱社会的代志，所以有一日伊就烦恼讲，我一个人咧做，也会遐一个人咧拜，我头我多，所以这个做主下大家讲，我小安尼听老师讲，君主敬而不信，只要咱先敬的心交出来，你若真正去做，绝对上天袂辜负你，敬而不信，有人恭而有礼，教兄弟姊妹一定爱恭敬，甚至呢爱有礼，爱有礼仪，有人恭而有礼，讲世外之话，该贤弟啊，世外以内，世外内面，拢是兄弟姊妹，君主何烦恼有贤弟啊？你才了烦恼讲有兄弟呢，所以咱来了解。一书之道，一母之子，一书之道，咱拢是当西方老母娘的囝，咱拢是济公老师的徒弟，只要咱朝迄个目标去行，上天绝对袂辜负咱，所以咱面包不糊，心存大同，咱心里。心爱存大同的世界，袂使是有私欲虽然讲政府都通做到安尼，但是咱是朝迄个目标去前进，路是人行出来，行是人去修的，各位是一分一分认真，即到有就有，袂当讲一个人一步就顶天，这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心内爱抛讲，乐无乐，以及人之乐；忧无忧，以及人之忧。老人，咱来上恭敬老人，恭敬咱老爸老母以外，对咱较老老辈啦，咱来尊敬；少年的人，咱来爱护，对嘛？孔武主有时，在教。主路甲干练，讲恁的心智主路就讲讲原骑马以轻裘，以朋友强白之马。我甘愿我的车甲马，我的衫裤头的甲买，讲我兄弟姊妹大家同家用，假用歹，我着我主路无有诶。即摆呢，孔武主就叫咱呢，伊讲原有法善有时乐，因为咱武主呢，伊是作善，一单纯表演作善。伊要讲全主路安尼，伊无法度，所以就讲原有法善有时乐。我呢，伫善的方面，我尽量来做；伫乐好方面，我尽量来牺牲来奉献。即摆主路就倒转来问老师，原文主之词，那么孔圣人就来讲：乐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小者怀之。我希望讲，这年纪济人，大家拢平平安安过，大家拢无忧无愁，来无烦恼，去见到欢欢喜喜。就是讲，大家拢会当得道，大家拢会当修道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先得等于。
朋友信志，这少年人大家互相拢讲信用。你讲你对我有信用，我对兄弟姊妹有信用，大家拢讲信用，小家怀志，这个少年人、囡仔人，囡仔人这，拢互大家有父母，大家有人互，大家有人关怀，可以免烦恼讲无父无母无人来关怀，所以这就是大同天下的一个景象。就是讲兄弟姊妹，天下咱兄弟姊妹，大家拢会当求道得道，拢会当进入修道。那么若安尼呢，大家讲道者安治，朋友信志，小家怀志。所以得道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一视同仁，天地一心。大家呢，拢会当一视同仁，那么天地拢会当一心。上尊随喜心，报答心，叹动动。上尊呢，心不时阵感觉足欢喜，时常报答兄弟姊妹，因为咱今仔日有今仔日，是咱足侪前天者，咱足侪兄弟姊妹牺牲奉献互咱才有今仔日，所以心胸爱叹动动。